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4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中国通缉立委沈炳阳，佮讲要抓网前北京甲闽南龙，伫网络有人讲要用100万奖金来逮闽南龙，警方已经展开侦办。抓水公司发现台中北屯有徛家用水量异常，警方甲里长社工去了解，发现80多岁家己带阿嬷过往几日咯。今年7月，台中丰原姓王的一家伙5个人的命案，涉诈骗害死人4例的嫌犯，共求处15档以上的重刑。来看，民进党立委沈炳阳，互中国发布全球通缉，网称北京闽南龙，嘛互对方发布讲要开100万新台币来抓人。这2日咯，竟然阁有人伫网络平台铺文讲要逮闽南龙，那成功就有100万的现金哦，佮爱讲要参加的人伫台中北区来集合。警方嘛表示讲，这是来自境外的铺文，已经在侦办咯。那立委嘛拢表示谴责。我相信呢，以中国的这个反应来讲，看起来就是他们被突袭了，然后又要再来不管是跟踪啊等等之类的，我想说应该没有那么容易了。伫德国转来，民进党立委沈炳阳伫咧立法院对于和中共全球通缉一重申，只要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拢无应该受到恐吓。只因为你伤害中国人的感情，只因为你认为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他就说要制裁你，就说你要分裂国家。我认为我们应该要站起来，要守护整体台湾国民的安全。另外，网红保障闽南龙也能和对方发布赏金通告，赏金换算代票上关109万。结果有网友伫咧社群平台要找暂时选手，甚至烧招伫台中会合，讲要伫14行动。非常不认同这样的一个网友的言论哦，大家要知道哦，现在是法治民主的社会，任何有这样子的伤害的行为呢，这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该留言账号是以金怀门号所申请的。那相关的留言是从今年的7月25日开始活跃。那留言的内容是针对两岸的情势或鼓励中国的贴文来进行留言，所以我们研判该账号是中国人士。中共想要伫咧全世界进行长久管辖，自由通信传播协会本来按算2-300万，过来第一场反跨境镇压座谈会，结果有人闹话讲要去台单汽油弹，甚至社会局警政署长信箱恐吓。这么叫台北市警察局、台安分局加刑事警察局最认真办。从国会议员到任何人无限的扩张，然后呢，要造成台湾社会内部的混乱，甚至造成台湾言论自由的寒蝉效应，这都是中国设定的剧本。我们真的要集起来反制，而不是来陷入中国所设的陷阱。针对沈炳阳事件，总统伫这份希望立法院长韩国瑜站出来维护国会尊严，可以回应讲，家己判病叫别人食药啊。男子阿明代表社智慧用西门庆形容中国，潘金莲形容国民党，讲台湾是中华老实的武大郎。相关比喻和那亚立委批评比喻不当。日前的立委是赶紧出来讲，捍卫台湾的主权是大家的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台中市议员发现讲，市政府上叫人员伫顶个月2日一场火灾，用中国制造的空吸机来勘灾，认为政府部门带头违法，冒治安的疑虑哦。市长罗秀燕是表示讲，会来调查。有专家嘛讲，虽然这款中国制造的空吸机性能阁袂歹，也毋过确实有治安的疑虑。消防人员伫拍火现场出动空袭机来勘灾，不过因摕这个空袭机，后面就发现是中国制造的，而且还阁是市府的消防人员咧使用。台中市议员自己有治安的疑虑。有国家安全意识的人看不下去，最基本的国安，最基本人民的一个安全网。张调用指出，顶个月2日，伫台中龙井一件火灾，消防人员出动中国制造的空袭机，不过政府伫2020年就公布公务机关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资通讯产品，批评市府带头违法，而且有可能加做国安的空防。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目前空袭机的数量，包括人关的、甲马的，拢总有37台。现在中国制造的这款空袭机，目前已经无咧用啊。大部分飞行的地点都是因为火灾的一个现场。那我们的飞行高度也都会有受限制，回去要严查哈。那第3个，当然政府它的标规它有一定的规定哈。那希望所有的同仁要严守这样的规定。罗秀燕讲会严格调查，嘛要求其他的局处爱遵守相关的规定。
专家讲，中国制造的空拍机因为技术较俗、好操作，所以受欢迎。不过，若是公部门咧使用，较受治安的疑虑。那切换过去以后，一个就可以控制你这台无人机要飞哪里，是它来控制，不是你。它透过卫星就可以控制了嘛。就比如你今天飞到哪里，它里面都有地理资讯，就 GPS 都位置。第三者他要去了解你这台飞机飞到哪些地方，然后他再重新去搜索，用 AI 去，哇，这里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的地方，它都可以的。林建国表示，若要使用空拍机，都要遵守空拍的规定，相关的单位嘛要落实治安的认证，才会当确实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北屯一个80多岁家己大个阿嬷，昨下晡说风发现讲已经伫厝林过往几日咯，因为因厝林的水单2个月用要6000度，无正常。自来水公司通报警方里长甲社工，嘛做伙去厝林了解才发现讲阿嬷伫厝林过身咯。社会就是强调讲，平常时拢有在关心哦。有老人团体嘛建议政府将对这独居的老大人来进行普查，了解因的需要，避免类似案件搁再发生。总乡警员请厝边隔壁避开，将遗体刷出上车。台中市北屯区一个82岁独居的姓詹的婚姻人长期无出门，今日甲台湾自来水公司发现客家用水无正常，2个月用将近6000度的水，感觉有问题，通报警方。13医保会同里长社工上门才发现已经过身。3个月以前他是跌倒以后，救护车把他送到那个医院去。医院去的话，好像敷一敷、弄一弄就好了，就自行回家了。自行回家就没有再出去了。这半年左右，只要一旦有人跟他聊天，或是跟他有互动的话，或是关心他，他都会报警，然后会跟警察说：“哦，他偷我的房契，他偷我的钱。”婚姻人徛起伫巷仔内看起真久，厝内是放满物件。厝边甲里长讲，伊长期一个人住，无甲亲人共住。最后一摆看到是2到3个月进前，平常时甲厝边隔壁也真少互动。破门时阵发现灶骹甲浴巾水道头无关。台中市社会局表示，有一个查某囝本身经济条件甲生活自理能力好，历测已经6年，平常时社工甲里长拢有关怀。一直以来，长辈的生活状况跟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经济状况一直都不错，所以都由志工单位这边来做定期的关怀。检查过程中，听到这些可能是独居的长者，他们生活上的需要，而不是确认他是否独居这样状态。我们之后才有办法去面对这么大的人口群的服务的提供。风土老人福利基金会认为，卫福部甲内政部进前宣布要展开全台动脑普查，除了查出独居老大人的所在地，佮要了解相关需求，而且市区安怎鼓励老人行出家门，进入社区关怀据点，才能避免孤独死的案件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全台湾独身的人口是愈来愈多，照目前劳保甲国民年金的制度，那这个人不幸过往，钱敢来当互符合资格的亲人，也毋过若是无结婚，也是离婚的孤身族群哦，以上年金嘛可能会互政府收回去，身躯边照顾的人嘛摕袂到。有立委就呼吁政府应该爱检讨。劳动部甲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因会来讨论。不管是劳保，也是国民年金保险。年金制度拢是为着保障直到退休了后的生活稳定，也毋过若是被保险人不幸过往，照规定是遗属会当摕到遗属年金，也毋过即马全台湾独身的人口一年比一年搁较侪，无遗属的人年金的钱就会变做国家的。立委林俊宪认为无合理，主张爱修法，和政府的年金制度对时代调整。单身大部分都是没有符合资格的遗属了，那么你可以透过生前立下遗嘱，好指定一个受益人。那这个人受益的就是你这个投保人去世以后，可以请你一个照护补偿给付了。立委林俊宪强调，目前保劳保和国民年金的独身人口已经超过300万，认为政府应该重视这个问题。劳动部回应，目前劳保已经有双重的津贴，无符合青年劳保资格的亲人，目前嘛会当有10个月津贴通领。本来有遗属的人就可以领这个5个月，那至于说没有遗属或不符合遗属年金、遗属津贴条件的，那他的伤亡津贴就是从5个月，那加倍就加1倍，那提高到10个月。卫福部是表示，这牵涉到债务的状况，也有法律的限制，因同意会讨论出符合现代社会结构的制度。
也毋过搁爱含专家学者讨论。这个必须要试射修法，哈，试射修法。那另外还有一块也是试射到我们的财务，哈，因为我们那个是保险基金，所以试射到我们保险基金财务，好的多寡而言。立委林俊宪是主张，会当把年金转做照护补偿给付的概念。若被保险人在生进行是独身，无符合资格为属，会当透过为属指定受益人来领这个照护补偿给付。希望社会会当讨论，透过修法来完备制度。记者魏宗林、曾春佑台北报道。来看今年7月，台中丰原姓王一家伙5个人的命案，检方查出讲发起全国姓李的查某人涉诈骗，伊利用团购投资、黄金投资等话术，诈骗王家超过1500万，佮恐吓施压，造成王家债务压力真大，才做伙行底路。今仔专案侦查，嘛以涉犯诈欺罪甲伊起诉，求处15档以上的重刑。李姓被告在案发后能矢口否认犯行，妨害侦查，毫无悔意，其行为造成5条宝贵生命消逝与严重社会危害，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5年以上之刑。起诉的理由讲到，这个姓李的嫌犯，伊家己的事业出问题，债务是真多，佮利用投资诈骗来骗钱，手段是真恶质。伊犯后佮否认犯罪，嘛无后悔意思，佮想要影响证人，妨碍侦查。检方是判法官会当判伊重刑。该看高雄一对4岁甲9岁兄弟仔，伫9月时，互老母的动机人苦毒，4岁的查甫囡仔闹着伤变食物人。经过2个月调查，高雄地检署甲这姓地的动机人起诉，求判12档的重刑。这嘛是虐待囡仔受罚了后，全国头一个使用刑罚的案件。检警甲社会局人员做会听医生解说囡仔病情。高雄一个4岁查甫囡仔毋但脑重伤，身躯顶也有真侪大伤痕。高雄地检署调查发现，互苦毒的是一对兄弟仔。囡仔老母的动机人姓郑查甫人定拄拍囡仔，两兄弟仔一饼刷甲规头骹，互处罚。小弟仔不服管教，嫌犯竟然甲伊拖去弄壁。囡仔花艰苦3天，佫无随送病院。即阵囡仔已经真做食物人。13检方侦查结束，对嫌犯求处重刑12年。依高一儿保医疗中心医师就被害人伤势之报告，可认被告长期凌虐2幼童。本署检察官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因为小朋友他们又不会自己讲话，但是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小朋友就这样子断送年轻的生命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够。检方调查，其实两兄弟仔对2月开始就定拄带伤去上课，老师感觉奇怪有翕相记录，不过煞无即时通报，一直到9月囡仔送病院，代志才闭空。社会局表示，4月弟弟也伫病院治疗，9月哥哥送去安置，若是幼儿园真正有延误通报，因会追究责任。那我们会进行查证，然后也会请幼儿园说明。那如果他确实是延迟通报的话，我们会依照儿少法进行裁罚。好，那罚款大概是6000到6万块，看他的情节的状况。正正因为开案件，立法院7月定修法，加重凌迟囡仔刑责，只要苦毒囡仔拢是10年起跳的有期徒刑。高雄这件是全国头一件用刑法来起诉的，不过也受民众感觉，囡仔已经变食物人，敢若求处12年受过轻。记者看下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无人女社，即嘛是真事件哦。台南警方最近是侦办一件，有一个查某人，伊无经过同意，就去无人女社休困充电，互业者是真困扰，所以提起告诉。台南地方法院是以侵入客家判处以20日落，买当1颗罚金。监视器翕到姓周的查某人，先至为房间行出来，出去准备离开。不过，伊毋是住伫遮女客，而且无经过旅店业者的同意，就直接入来休困充电。互业者通报警方提告。经查，周女并未毁损物品，但行为仍涉及无故侵入住宅罪。现场将周女带回侦办，按依侵入住宅罪嫌送办。这种无人女社是这几年流行的女社，也因为介绍比一般的女社较俗，加做真侪女客第一选定。民众订了后，业者会互因大门密码，房客入去大厅了后，佫直接走出家己的房间，一切拢是家己处理。不过好亲像业者长期无改密码的空房，互人趁这个机会，也互民众感觉成为陷阱。安尼唔好啦，爱钱问清楚啦。差不多10月初吧。10月初。啊，到过偌久啊？密码敢有改？过偌久啊？你的密码拢共款？拢共款啦。
拢共款啦。所谓无故，就是未得法益处分权者之同意而进入他人之建筑物。因此提醒民众，如果要进入他人的建筑物前，最好是征得屋主之同意。警方调周边监视器比对行者，锁定姓周的查某人，佮通知到限。经过了解，无扩大破坏或者是偷物件行为。不过已经勘察无故侵入主体，警方照定数将人函送台人地检署。警方强调，过去也捌发生同款的案件，业者应该要定时换笔笔，唔通互同款代志佮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政府已经关门43日了，是有史以来上久的一届哦。在美国总统川普签临时预算案了后，这个事件总算收煞了。也毋过目前美国政府特定预算是敢若当用到明年的1月30。Honor now to sign this incredible bill and get our country working again. Thank you. 川普伫临时预算法案大笔一个月结束43天，美国历史上上久的关门。白宫预算管理局嘛伫第一时间发布备忘录，支持联邦雇员13开始快速倒来到工作岗位。伫这进前，美国众议嘛伫参议了后，以222票对209票表决通过法案。冻结的美国政府总算偷开时间。43天政府停止运作，联邦雇员无钱通领，空中交通大乱，加收入和人口流失完全中断，这拢会慢正常，不过华府、民主、共和两党是一直拢伫怪对方造成的。Absolutely no question in anybody's mind now that the Democrat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House Democrats will continue to fight to address the health care crisis that Republicans have created. This fight is not over.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民主党就抓要见到的，就是40多天前，地区政府关门，甲打嘛还未解决的导火线——奥巴马健保，也就是边界医疗法案延长补贴。虽然共和党加走票的民主党员承诺12月会进行表决，不过川普12月讲话好亲像个暗示，这其中还有变数。And I'm calling today for insurance companies not to be paid, but for the money, this massive amount of money, to be paid directly to the people of our country so that they can buy their own health care, which will be far better and far less expensive than the disaster known as Obamacare. 创下历史纪录的美国政府关门危机解除，不过无代表问题得到优先，因为政府运作所需要资金，敢若延长到2026年1月30，代表到时阵两党可能又搁会伫政府是毋是关门对下。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处的估计，拢总6礼拜的关门，造成差不多110亿美金永久性经济损失，所以已经突破38兆美金大关的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又搁增加。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虽然美国政府恢复运作，也毋过亲像一寡主要的机场、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哦，都爱搁等豆豆开放。啊，那联邦政府员工的薪水补发，有诶就爱搁等1礼拜才领会到。维吉尼亚州阿灵顿这座机场13个航班表，取消的航班并无变较多。航空公司对感恩节进程快速恢复运输正乐观。政府关门的这段期间，因为欠人一个航空安全的疑虑，下令减少航班。即马政府搁重新启动，运输部长达菲宣布，减少6%航班的措施未改变。It's a 45-minute delay, but that's nothing compared to what a lot of people have been through. 到13日起，全美国差不多1000航班被取消。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加交通部并无对解除减少航班令有任何新的指示。减少航班令自顶礼拜5初7开始，本来1礼拜后，也就是这礼拜4会提悬到8%，拜5到10%。每一间航空公司拢讲已经传好啊，40座主要机场的航班减少令若解除了后3天到4天，就当恢复营运。美国航空协会讲，希望2月开始的感恩节假期会让迎接3100万游客。So far, so good. 在纽约市区大楼顶的新闻早尾灯，福斯新闻报道，川普总统签重启政府的命令，结束美国史上上长的政府关门。不过，唔是随恢复正常，联邦员工有的这2天就当领到薪水，有的也怪等1礼拜。Haven't gotten paid, or the ones who haven't been working, that they at least get to come back to work. 虽然联邦员工自13开始登记工作，不过华盛顿地区内面一寡历史正久的机构也是关掉的，像普通市唔免买票就当入去的史密森尼学会博物馆，也有一年会让迎接差不多200万游客，史密森尼国家动物园也拢关掉的。
这款机构若要搁重新运作，爱时间，管理单位也爱重新准备。因那营养补偿援助计划 SNAP 是依照各州的市场恢复。农业部讲，大部分的州若是政府重新开门了，24点钟久内就当恢复 SNAP 发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写。来看台股今仔一开盘就大落超过500点，日本的日经指数早起嘛大落超过1000点。有专家是指出讲，虽然美国政府史上上长关门的争议已经收煞，也毋过因为资料爱个整理，所以民生消费指数无法度如期来公布。佮加上美国联准会官员讲有可能会暂停降利息，嘛影响到科技公司明年融资的状况，所以股票的大落嘛代表讲市场对人工智慧未来景气恐惊是无遐尼乐观。台股就是早盘出现真大微暗，开盘平乌，为27,816点开出来了后，落到上加27,383点，超过500点。电子股嘛同款有压力，台积电开盘大落到1425块，落35块，电子股差不多全面失守。市场解读是外资全面撤退造成的微超。美国的殖利率曲线出现了熊陡的发展，除了对于股票市场出现估值的压力之外，其实最重要的就是针对于 AI 企业未来的融资状况出现了更大的压力。那我们看到，当这个殖利率曲线长天期的这个利率是往上抬升的同时，那这个背景是建立在美联储降息的环境当中，那么就代表其实这个降息的环境并不足以让整个投资人呢有一些比较属于资金宽松的乐观预期。亚洲股票市场卖暗嘛正重，就是日经指数早盘大落，嘛超过1000点。韩国综合国际指数同款开盘落价幅度差不多2.6%。专家解读，虽然美国政府已经结束历史上上长的关门，不过关门期间因为欠缺官方的资料，可能包含 CPI、非农就业指数，拢无法度如期公布。美国联准会无法度判断市场的情势，国际官员释出暂停降低利息的警讯，引起烦恼。对台湾的一些影响呢，最主要来自市场面包括外资的流出啦，汇率波动以及科技需求可能放慢那整体来说呢，是金融波动，而不是金融危机。专家分析，美国降低利息的期待可能无望，大先受到冲击，就是 AI 相关概念股，因为市场烦恼 AI 企业融资的利率成本提高，金融机构融资审核更加困难，也可能利率调悬，影响甲美国客户合作密切的台积电。不过目前台股起落是属短线波动，短线来看，台湾今年经济的成长率可望挖近6%，经济基本面也是真好。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这月10号有一个空服员破病上班不幸过往，今仔早起有民间团体就去民航局抗议，因是要求民航局爱重视飞安甲过劳上班的问题，唔通只是罚钱尔尔。生命无价，生命无价，终结过劳，终结过劳。前个月因为中英航空空服员不幸过往的代志，互外界开始重视请假权益。有空服员就讲，伊坐长途的飞行机去美国要做工课，公司敢若互伊坐伫咧经济舱休困，到位的时就爱阁继续飞。也毋过航空器飞行作业管理规则就有规定讲，机组员若是过劳会当拒绝执行勤务。毋过实际上因为惊受到处罚，准公过劳嘛毋敢依法拒绝公司的要求。空服员希望民航局修法明定休困时间，也有执行勤务的时间定点，保障劳工的权益。飞时将近18个小时，而飞机上轮休的床位不够，所以我有很多同事，他只能挤在经济舱的椅子上面8个小时。民航法规就说，因为它没有规定我们轮休的设备一定要平躺，所以呢，航空公司就钻漏洞。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讲，像中英航空、中华航空等等的航空公司，实际上常常出现空服员超时上班的问题。不过现有的劳动法令上当执法150万，对净利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国际航空来讲，那违法去防法根本就无得行。工会要求行政院和民航局都要严格执法来管理航空公司，确保休息时间，严管违法的航空公司。这本来就是民航局的责任，但现行空服员休息时间标准过于宽松，让我们航空公司用最低的标准压榨我们。更荒谬的是，民航法比劳基法还宽松，航空公司不敢违反民航法，却把劳基法当空气。
针对民团所表达的诉求，民航局是回应讲，会甲意见早登记讨论，嘛表示面对劳工权益和惠安的问题，因绝对袂结乖乖。记者陈心东、林秀凯台北报道。前2日风台宜兰落大水后做大水，也毋过伫东山乡有一间旅馆，因为围墙甲挡水绑哦，拢无淹着水。伊嘛伫网络宣传，也毋过煞互发现讲，这间旅馆有真侪违规哦，建筑物嘛是违章。县政府嘛已经来管，准备要拆掉咯。即届所定的淹水是真严重，民众拢爱摒扫处理哦。公所嘛暗算讲，今仔会当甲所有的粪扫拢清掉。画面内底即间宜兰东山乡的度假行馆，4块链顶有围墙，嘛有菜闸水泵，所以即个水无淹去内底。业者甲影片抛去伫网络顶宣传，引起众人的议论。毋过嘛，去有网友指控讲，这行馆根本是违章建筑。违章的面积约200平方米，那这个部分目前是列管排拆。根据宜兰县府的资料，这个度假行馆有几啊项违规，除了违反区域计划法，只要防检举就会罚6万至30万。因为部分的建筑是属于违章建筑，防以建筑法列管，爱安排拆掉。部分的建筑无摕到民俗的登记证，违反法定观光条例，县府会持续复查，会当罚10万至100万。环保团体认为讲，这个行馆的围墙应该爱先强制拆除，因为这会让附近其他的所在淹水更加严重，造成公共危害。天然业者是暂时无法度回应。就是它的防火闸门，如果是在它10%的农舍用地上面，那它本来就合乎规定。那其他的90%的围墙，照理讲就是会影响到蓄水功能。这个所有淹水上较严重，目前初步估计受灾户有超过4000户，居民要持续伫整理家园。所有的冷泉酸长嘛真严重，伫遐内底全部拢是烂土甲粪扫。业者预估，若要恢复会当浸冷泉，要搁爱1-2礼拜。是先把池底抽干了，然后就是都用高压机的方式去把所有泥沙冲刷起来。我们在今天入夜前，我想我们应该整个清运的工作，还有这个洒水，然后清消的工作，应该就都可以完成。民众为处理弹出来粪扫，暂时放咧街路，国军来到清理。目前这个废弃物暂时也无分类，有先规划2个所在会当先放。地公所讲后续会再个分类甲处理。目前国军、县府甲公所的机具拢全力投入灾后复原的工作，估计暗内就会当协助这个居民完成整理家园的工作。记者综合报道。关公署提出2026年咱国内饭店的补助方案哦，连续带2暝，上侪当补助2000块等优惠。有学者是表示讲，因为咱台湾今年的国际人客无介济，所以关公署只好补助咱国内业者来救观光业。报道柜台人排真长，大概连续假日国人出国的人真多，看国内旅游以当日来回去旅行较多。为了提升国内带速率，观光署杀5大方案。明年开始，国人伫平常时拜1至拜4来旅游，每人第一暗补助800块，各带第2暝补助1200，甚至迄个月会阁抽带宿抵用券，游乐园凭票金，迄天甲隔天的带宿拢有优惠。另外，奖励企业伫平常时旅游，旅行社组团有一定以上的人数有补助。尖峰跟离峰差好多。但是大家1到4不太会去，所以我们会有一个平日的鼓励的机制。我们自己国人确实是要去彼此鼓励啦，但是我们要有一些就是创新啊。如果想出去玩，补助这件事情并不是重要的选择啦。那最重要还是你的时间能不能允许。观光署讲，这几年国内市场人数已经有逐年增加，为110年开始1.2亿外，到去年已经来到2.2亿外。不过当日来回无带速的趋势愈来愈明显，带速率有较差。旅宿业对政府各项补助真赞成，也肯定这届有纳入奖励企业旅游组团伫平常时佚佗，也希望对这阵在较济的东部地区会当搭配交通，也是举办大型活动的诱因。相对受灾的区域来讲，执行政策上能够提供更多的诱因，不然这个可能对于我们东部业者来说，这次国旅振兴方案可能又是看得到吃不到。最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国际旅客的回流不理想。所以我们才要用这样的一笔预算来刺激更多的国旅。学者分析，本来当补助平常时带速率的国际旅客回流无理想，长期经营都要持续去拍国际市场。估计这届观光署有补助了后，国内旅宿带速率可望提高2.3%，差不多5成外，转来到疫情前的水准。记者采访报道。
总统赖清德今仔甲第3届来台湾的友邦总理德鲁见面，望讲会当来提升两国的邦谊，嘛真感谢因伫国际社会为咱台湾发声。最近大家结束的 G7 外长会议，会后的联合声明嘛强调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中国的军事扩张表示关心哦。今仔美方嘛搁再宣布讲，通过3亿3000万美金对台军售，这嘛是川普第2任期头一件通过的对台军售案。会见过一摆访台圣克里斯多夫及尼维斯总理德鲁，总统赖清德望就两国彼此交流，邦谊继续提升，也感谢因一直为台湾发声。借这个机会，我要感谢德鲁总理，在今年联合国大会上再次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并且重申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对全球安全的重要性。最近结束 G7 外长会议，会后联合声明中也第4摆表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重要性，表达支持台湾有意义参加国际组织，观察中国一直在军事扩张。7大工业国集团鼓励以建设性对话和平解决两岸事务，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合适的国际组织。外交部表达高度欢迎与诚挚感谢。副总统萧美琴应邀出席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名 IPEC 年度峰会，佮通过台湾海峡宪章会期宣言，特别强调应该明确界定宪章，确保台海和平。啊，不过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表态，那台湾有代志可能造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中方一直在抗议。如日方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将构成侵略行为，中方必将迎头痛击。根据中国外交部消息，中国已经召集日本驻中大使提出严正交涉。不过，日方也就政府立场说明甲反驳，佮要求中方妥善应对驻台办总领事事件对高市早表的不当言论。另外，美国国已通过3点3亿美金的对台军售，包含 F-16战机、C-130空运输机、甲 IDF 战机零件维修等相关服务，是川普回归白宫了后第1摆批准的对台军售。记者综合报道。英国广播公司 BBC 因为纪录片中针对川普在2021年演说的内容不当剪接，造成外界误解讲川普鼓舞国会不当。川普团队本地话讲要求赔偿10亿美金，也毋过 BBC 已经伫昨公开回释咧。BBC 嘛强调讲，针对剪接的方式感觉真危险，也毋过认为无造成诽谤，所以绝对无要赔偿。这个事件嘛已经造成 BBC 有真侪歌赞已经失职了，嘛，互 BBC 面对真大危机。总部伫咧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 BBC 最近互人提出讨论，因为因伫节目内面甲美国总统川普伫2021年1月7日的演讲3段内容，经过剪过了后，互人误认为川普直接叫民众采取激烈的行动。代志和每日电讯报报道了后 ，BBC 承认判断失误，发函向白宫回释咧。Well, I mean, the BBC is a public institution, so obviously there is an overlay that doesn't otherwise attract private publishers, but is a consideration for the BBC. And they will need to weigh whether the cost of litigating this justifies the public money that will go towards it, or whether it's better to resolve the dispute. BBC 讲袂搁再播这支纪录片，不过无认为这件代志有构成诽谤，拒绝川普所提出的赔偿10亿美金的要求。We're going to walk down.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anyone you want, but I think right here we're going to walk down to the Capitol. 川普的律师团讲 ，BBC 的做法影响川普的名声，甚至可能影响伊伫2024年大选进程的民意氛围。要求 BBC 上画1礼拜5进行回释的撤回影片，并且赔偿。不过，法律专家讲，川普已经赢到选举，未证明重大损害困难度真大。美国公众认为要告诽谤，就要通过恶意条件。The speech was published by the BBC prior to the last U.S. elections. In the event, Mr. Trump did succeed in that election. So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 Mr. Trump to establish a case for harm when he won that election. 不过，这件代志已经和 BBC 发生内部信任的危机。台前幕后的偏差证据开始互人晓出来，造成总裁戴维加新闻部执行长图内斯两个人拢请辞。外界认为，这场跨国媒体加政治风波，恐惊会对 BBC 未来的皇家特殊状削弱造成压力。
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全球碳计划研究团队将发布今年的全球碳预算的报告，指出讲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的碳排放量会是历史新高。嘛，经过讲照今年的排放量来计算，全球的碳预算大约个4档个用了咯。全球温度升高的程度，恐惊是无法度控制伫摄氏1度半以下咯。第30届气候峰会 COP30 正伫咧巴西进行，经过一份国际科学家团队所进行的研究，全球碳计划第13发布今年的全球碳预算报告。内面讲，2025年全球化石燃料碳排放量会比去年悬1.1%，达到422亿吨，有可能会创历史新高，互全世界暖化控制伫咧摄氏1.5度以下，并且无可能的任务。It's a critical threshold beyond which one system reorganizes potentially abruptly or irreversibly. So it's a complete change of a system with a little change of one parameter of the system. So it's what we call a tipping point. 这份报告考察人类烧碳氢化合物生产红门土，也有亲像做森林这款土地利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碳排放。这么出的全球碳预算只个1700亿吨，照今年的资料来看，全世界出的碳排量会伫4年内用完。报告分析，美国是全世界第2大碳排放国，不过川普政府唔拿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也无参加这边的巴西气候峰会。另外，美国天然气计算机构火力发电增加，和碳排量增加7.5%。再加上欧美的碳排量，因为冬天温度低，室内烧暖气使用量悬，拢造成今年碳排量增加。China, of course, has been investing in clean energy and owns a lot of the important supply chains for clean energy. So it's certainly going to help China and potentially help China firm up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countries that will be relying on their technology. 另外，国际地下组织也警告，化石燃料已经是全世界人权甲环境上大威胁，因为全世界1/4的人口生活伫咧化石燃料开采区的差不多5公里内，所以开采活动会威胁到20亿人口的健康，也个附近的生态系统。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过来消息，咱来看台东的大目石刻、佮往来石刻拢要收成咯。也毋过今年石刻受到小兰沙风台影响，有的果子园哦只剩3成的产量，所以大麦价即马1公斤是花到80块，比过去起要20块。另外，最近哦，卑南乡的附近有一个种石刻的果子园着插头，台东的警方嘛表示讲，因会加强巡逻。今年台东种石刻的农民，伫要到下当采收啊，煞拄着几下风台扫来，真侪已经结籽的拢落到规涂骹。即马风台走啊，就要进入采收期，毋过产量敢若剩往年的3成左右。虽然讲现此时大麦市场的价销1公斤有80块左右，比去年同期加买20块，毋过煞是无比减重月。伫即个时阵，竟然阁着插头。卑南乡迄块地啊，都有10个果子园，有贼仔来偷办果子，互农民是头壳摸咧烧。有的小偷很离谱，你在这边搭帐篷，他在那边跟你偷。台东县警察局表示，已经有要求分局甲各地派出所都要加强巡逻，主动查偷过入来偷办。及时加强护果专案，针对重点地区提高巡逻密度，并与各农民、产销班保持热线通报机制。警方表示，会分析英国清在着查偷的果子园，嘛会结合社区的巡守队共同来联防，协助农民减少损失。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的土豆11月嘛准备要收成咯，县政府甲7个乡镇市公所规划要封路，要设194搭会当来拍土豆的所在，互农民使用哦。农业处嘛表示讲，会请警察局来加强巡逻。透早，云林农民无用整理单采收后的土豆，都甲路封一边，伫个路边拍。云林县第2水的土豆种植超过7500公顷，占全国产量超过7成。即阵啊进入采收期，养过袂少农民捌因为无所在拍土豆，造成袂少困扰。拢占掉，拢无拍啦。啊，阮就古早，阮就拢无定啦。啊，拢一定拢会拍即个路啊，安尼啦。看面头哩，后3、4天，后5、6天，往做工，拢爱顾掉的呀。
婚林土豆农是讲，采收了后的土豆若是无拍较歹保存，会影响收益。英国常常发生农民伫路边拍土豆，引起行车纠纷。为了避免这种情形搁发生，婚林县政府农业处协调7个乡镇市公所，设194位合法拍这个场所。我们特协调7个乡镇与警察局，协调出194处有72公里长的晒花生地。那我们希望可以协助花生农，可以在安稳的环境中晒花生。系啊，之前都冇所在拍噶。即马公所帮咱申请呢？系啊，申请阮较有所在通我拍噶。哦。系啊，因为工作拢签这2年啊。婚林县政府农业处是讲，为了守护农民的财产，也请公所和阮警方启动护农专案，加强辖区的巡逻。农民伫公告路段拍土豆，嘛爱好好做好交通的维护甲安全防护，才当避免发生交通的纠纷。记者采访报道。非洲地震已经暂时缓和，新竹市嘛宣布讲，市中的猪肉摊猪肉店是免收1个月的租金。伫今仔甲明仔载拜六2日，卖伫市场来办活动，民众用100块会当换200块的消费券来买国产猪肉相关的产品。透早菜市啊，大家无能咧做生意，卖猪肉的摊商卖咧传肉品。业者讲，虽然讲非洲地震疫情渐渐缓和，不过伫政府禁止台猪迄段时间，确实造成不少损失。对整个产业链都影响很大。从猪农、从拍卖市场、从肉商到猪肉摊、猪肉摊的下游到一般的店家，整个都有影响。猪肉进载进运才有15天，其实15天阮这个单位其实差不多前2-3天伊的冷冻的卖了后，就差不多就无生意通做啦。为减少猪肉相关产业的损失，新竹市连续2天伫市场办活动，民众只要用100块，就当换到200块的消费券，会使用来买猪肉相关产品。过去的2个礼拜，他们确实非常的辛苦。那我们要恢复消费者的信心，尤其现在可能对于有一些做出口的加工食品的厂商，他们也会面临到相关的一个挑战。拿100块的现金到我们辖内10个传统的市场来进行相关的兑换，100块可以换到200元的一个加倍券。新竹市府指出，消费券大家人限制换1摆，总数量有1万份。希望透过实际行动来让在地摊商甲猪肉业者拿3笔数，互民众来当带动市场的买开。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有百岁游客看到玉山国家公园塔下遮游客中心的白云山庄餐厅后壁有一只姜仔虎在食喷哦，游客嘛甲相片铺伫网络顶头。玉山国家公园的管理处是表示讲，已经有要求厂商喷是袂当留伫山顶，会搁来加强管理。姜仔虎看到喷肠咧食，有一名山友最近咧南投县信义乡白云山庄餐厅后壁翕到一段影片，搭去社群引起讨论。伊伫铺文中也表示，烦恼甲喷放伫遐地，会污染关山环境。有网友认为甲喷放互我，互姜仔虎食，会互因失去找食物食能力。过去也有蛮多，就是这些登山游客装备，因为里面有食物或者是周遭有厨余，造成他们装备被破坏的这个问题。有厨余的状况下，可能会增加他们习惯跟有这样子的破坏取食的行为。有野生动物研究团队指出，若有便便的食物通食，姜仔虎就会定定来食，影响因找物件食的能力，也会增加姜仔虎族群疾病传染的风险。建议游客唔通主动甲因饲，因为进前捌发生过姜仔虎破坏人的卡网，要摕物件食的代志。在加强的对员工一些教育训练。未来我们也都是一样，都是直接打包，然后带下山，因为过去也都是一样，因为那个都是用人力备工的。我们也请我们山庄管理人员，加强督导，加强环境整洁以及维护相关的设施的一个清洁的工作。白云山庄委外厂商回应，员工自本就拢会甲喷包起来炸落山，即个是员工想讲要甲喷底互打，才会肯互我。未来会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也强调会加强监督。记者邢平仪南投报道。
台北市路边要找停车位是真困难，有一寡车会长期占用。台北市会提出修法的草案，路边停车对上长30天缩短做10天哦。伫公告了后的5天，买当强制拖车。拖车的费用嘛，对目前的900块提悬到1500块。市议会若三读通过，上紧明年就会实施。台北市路边的停车格透早就停满啊，若临时要拆车是真恶找。为着避免民众占违停真侪天，市议会法规会顶一日通过修法草案，未来路边停车超过15天就会封拖去，就算有落停车费，嘛会封强制拖去保管场。我当然赞成啦，因为这又不是你的家里，也不是仓库，这是大家要轮流有事儿出来才停车的地方啊。像学校地下停车场，它也是便民啊，也是方便你们。那你既然有这种需求，你要常停，你干脆就去租嘛。台北市交通局表示，已经修正相关的驻地条例，甲占违停真久的定义，为目前30天缩短做10天，而且公告了后的5天就会使来拖。另外，拖车的费用嘛，为即卖900块加悬到1500块，车辆保管的费用会由半天100块起到200块。我们常常有接到民众反映，说车辆停放，车格不足，然后车辆久停，所以我们有参照6都的久停车天数，这次把它缩短。根据停管处的统计，台北市每一年平均有80台至90台车，因为占违停伤久封拖去。另外有500至600台车封搭红单警告，所以停管处提醒民众，若有长期停车的需求，亲像出国等等，会当先买月票型停车的服务。要若去封拖去的车，3个月车主若是无来领，就会依法拍卖。不过，这个新的制度要市议会三读，若有顺利，上紧明年就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占地262公顷的高雄桥头科学园区，园区的基础建设工程就要完工了。目前嘛已经有26间的厂商登记要来这设厂投资，但后个月园区的道路建设完工了后，园区就会当来启用了。现在已经有厂商已经建筑完成，取得使用执照，也领取工厂登记证，正在营运当中了。透过简报先甲大家了解桥仔头科学园区的产业类型。行政院伫108年核定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调设计划，过当年开始施工，总面积262公顷，产业用地有164公顷。南科管理局表示，因为是采取哪建设哪招商的做法，随着道路、水电等等的公共建设陆续完工，现在有26间厂商要来投资设厂。去年我们的营业额是2.2兆，那今年前8个月就已经达到1.8兆，然后比去年同期成长了40%左右。南科管理局表示，桥头园区的设厂用地，现在厂商有申请的已经占超过50%。后续公共工程的建设若对立完成，相信厂商投资的意愿会更较悬。国土署讲，园区的道路按算后个月完成，总工程的部分一定明年5月会当做好。国土署强调，中央伫咧推动科技产业的时，有兼顾生态，尤其这几年南部雨水高接淹水，因了特别规划5大蓄水池。滞洪池除了兼具滞洪的功能，也有一些生态。包括一些地景的公园的一个结合了哈。那在这一段期间里面，我们经过2年，那时候南部都遭受到台风的一些侵袭。那我们在滞洪系统里面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南科管理局表示，桥头园区一定会当提供11000个就业机会，今年产值估计有1800亿。中央也投入137亿来做当地公共建设，结合周边新开发的高雄新市镇，期待会当带动当地整体发展。记者柯嘉昭用高雄场报道。嘉义市的市民中心规划20档哦，总算伫今年5月表出去了，6月嘛公布设计图，也毋过反应是无介好，有民众讲那亲像是死命园区咧。嘉义市政府嘛表示讲，因会阁要求设计团队阁再调整。伫嘉义市政府正对面的停车场，即摆拢已经袂当停车，才暗算明年初要开始进行市民中心地下室的工程。不过，这栋阁合作8栋大楼的市民中心，6月公布的建筑设计图，互看到的人拢感觉无讲介好看。网络是讲有先落去看，看是要先要先啦。嘉义市的市民中心设计图公布了后，引起市民甲家己在地社群媒体真侪讨论，都议员伫议会向市政府来反映。希望这栋建筑物除了会当增加在地特色以外，嘛要考虑市民的感受。市政府这边跟我们的
设计师的团队能够重新的再来检视，6月份的这一个市民中心的示意图是不是真的符合我们嘉义市的需求，然后或者是说有没有机会能够融入更多有关我们嘉义市的元素当中。那市府已经要求同胞团队在后续进行设计时，需要充分考量我们在地嘉义市的一些历史文化以及木都等等的特色，然后并且充分考量民众的相关意见。明年初要动工的市民中心8栋大楼，总经费54亿。嘉义市政府指出，这个设计图是厂商参与投标的时阵提出来，给大家参考。建筑外观也未定案，未来嘛邀请在地建筑景观的专家学者做伙来合作，希望让这栋320栋的市民中心有一个大家拢满意的结果。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中华鹿港过去是上港哦，所以真早就开发，当地有真侪超过100栋的古厝。最近有团体就用舞蹈来呈现古厝的历史演变，那么做伙来看卖。用舞蹈表现过去女性的社会束缚，最后靠家己的力量行出家门。中华鹿港有一句俗语：一不见天，二不见地，三不见女人。讲的是鹿港因为厝起甲真密，加上土骹铺地砖，所以看无天，看无地。佮因为传统，大部分的查某人拢踮伫厝内，所以不见女人。就有地方团体举办古厝舞蹈行搭，透过舞蹈表演，感受在地历史甲生活空间的变化。我感觉足新的呢，我以前拢毋捌拄过这种的表演哈。过去内底有一寡这个古的建筑，早期上早吼是4000多栋，但是尾啊慢慢就愈来愈少去啊。用现代舞蹈啦、走图啦、街区的博物馆的这个观念，我感觉是非常好。中华鹿港过去是商业港口，开发较早，有真侪超过100年的古厝，有的是砖头行、做生理的店家、毛病院、面体等等。即阵是袂少少年人创业的起点，就舞蹈团体甲行搭单位合作，举办鹿港古厝行搭的舞蹈体验，透过舞蹈甲音乐的设计，转译古厝过去甲现在的生活故事。我想讲，舞者、甲舞蹈、甲生活这关联到底是啥物物？所以我感觉讲一寡空间内底故事，甲人的故事去甲转译，变成一个舞蹈的作品，互大家来看讲中华佫有啥物好耍的所在，还佫有文化。主办单位表示，过去舞蹈表演多数拢是伫表演厅演出，即马甲舞台换来古厝，一来是希望民众亲近艺术，二来嘛希望行台过程，互民众透过古厝熟悉地方的生活文化甲历史的演变。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法国南部有一个庄头哦，有民众不满厝边的猫仔常常去因兜的花园，所以提出告诉，法院是判讲猫仔主人就爱赔大票4万外，若搁再违规，卖当搁再处罚，所以主人哦只好将猫仔关伫厝里。也毋过当地嘛是有规定讲，有人饲的猫仔是当伫因兜1公里内来活动，所以就有动保团体是批评讲，法院的判决无顾到动物的权益。猫仔乌比是饲主多米尼克的心肝宝贝，伊甲其他的乡村猫仔同款，爱伫花园内探险，试过偌多数，也毋过因为并墙到隔壁厝边，几啊摆伫花园隔壁留落骹因排泄物，甚至伫面皮放尿，去互厝边提告。今日初法院判饲主450块后还赔款，加上800后还的诉讼费，拢总爱付大约代表44000多块的罚金。若搁还每一摆也搁要罚。后个月个要去法庭，可能面临更较悬的罚款。Je pensais très sincèrement, très naïvement que tout allait s'arrêter, que tout était terminé, mais ça a repris. Et cet été, j'ai reçu des mains d'un huissier, une deuxième assignation au tribunal de Béziers. 为着避免去犯，饲主只好将乌米关伫厝内，连自家的花园拢袂当去，都惊一个无细腻个冰墙，这互乌米真无欢喜。毋若是变大块，也真郁卒。亲像就封判终身监禁。不过法国乡村法规明定，家鸟会当伫住所1公里范围内活动。真侪人会认为判决侵犯猫仔的权益。Ma crainte, c'est qu'effectivement cette décision de justice, qui est une décision de justice grave, va faire jurisprudence et que tous les propriétaires de chats vont être obligés d'attacher leurs chats pour pas qu'ils aillent chez les voisins. Et donc conclusion, c'est une décision qui doit être absolument annulée parce que c'est pas conforme déjà au code rural et c'est pas conforme à l'activité d'un chat qui est normale d'aller chez le voisin et d'aller se promener un petit peu partout autour de son domicile.
厝边也讲，附近本来就有真侪猫仔自由活动，无应该单独针对乌米。这个案最近已经伫法国引起讨论。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5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外岛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